6年以前，我一个人绑了一台相机，我行业每个来小村小镇，我收集市井小民的影像。10年前，跟我的音乐同好组成教练乐团，学习音乐创作，自己写歌，自己做音乐，从生活与工作中寻求创作灵感。我已经回了我的故乡，我行业我的土地，一起我的结合表情。真的好，我考得真的好。你，光圈。我喺跳欣赏，我喺老公样式，我喺正式看。哦耶！我係音樂創作人，我係紀念歌師傅，我係 Ligraphy， 我係熱情，我嘅結合表情。就从李米亚讲我一场李米亚保护我们节目，我也评评选，平平安安，顺顺心心哦，一场李米亚保护好，你看，拜托。哎，哦，安尼油，安尼油，好，李米亚，好，先哈，来，李米亚先领咯。因为我是在花莲土生土长的小孩嘛，如果想到要做佛茶的时候，通常都是觉得要去陌生的地方，譬如说去台北就觉得很兴奋。佛茶对我的感觉都一种quite温暖的嗰種感受，那種我爸爸會的記憶安尼啦。我現在唯一想象的就是可以跟這些勞工尤其是修鐵路這些大哥們一起做事，希望說可以得到一些刺激，然後一些靈感，可以讓我在創作上面有一些激發，這樣。要是有機會落來是鐵路局嘅員工，應該係能係最嘅經驗呢種機會，我真係想到係有辦法去安全嘅地方去翕嘢，我感覺興奮。子怡老師我今天想要帶你去介紹一個朋友給你認識。然後呢，也是他在鐵路局工作，然後修鐵路的。他也對攝影非常有興趣。對啊，所以我想說跟你們介紹認識一下。當然會有意思哦。欢迎。我今天想要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在做一些探访劳工的旅程，那想说第一次来见个面这样子。这位朋友他也是对摄影很有兴趣，他叫 CJ 老師。你好，好像真，係要咩面容黑面啊你？咁黑面，相曉，謝謝。哎，你看一下相片啦哈。哦，
對貨茶較有興趣啊，我對翕清楚貨茶。很強用炒係要咧做嚇。特別咧時間當要做，係哦。要標都要標這那不嘅時間，佢當會出來啊。平常時冇得做。係呢一試。很多也是啊，這個 CK124蒸汽火車，夏天沒有蒸汽，冬天要有。藍田當會有，因為蒸汽碰到人，它才會有煙，要不然它一出來就看不到。如果講上馬運等下嚟看啦。哇，等下要帶你去看一站。好，可以。一客家莊哦，你看魚啊，客家鋪哦，而家推出嚟。屏東嘅時師嘛用一種嘅。係啊。用時嚟做。阿講等下先試落嚟。啲貨茶等下會。係啊，都從幾過嚟咩？做乜填到幾片冇過來？好吧。其實填到幾片，但呢一邊翕過去啊。貨茶喺度嘅。對啊。因為面濃嘅茶針啦，嗰個咪嘅其實係茶針啊。咁樣。那唔是翕過。係啊。已經唔是。行嚟都嚟啦，跟住撩。好啊，冇問題啊。我說你拍照的時候最討厭旁邊怎樣？我不會像有些人蠻不吃香這樣子。所以你在說因為其他嘅相機就對攏係要翕，因為對我講佢在怪企嘅經驗嚟，以後會分心拍，你係時間講係喎，有呢啲新聞咯。我記下一個上去是火車同我記俾行過來嘅光軌，而家個啱未，我馬上準備好，因為看到佢天空條線用行過來嘅話，就應燈，係喎。我仲係會行過喎，幾日都行過呀，應該晚年嘅夢想都。我發現有一位在台鐵啊工作超過40年的傑出員工。日據時代，按細人的讀書家就有看到個盜版圖的工作啊，吼，安尼都感覺伊個工作啊，吼，很不錯啦。因為這個兩個工作上啊，吼，就將人鋪橋做路的一個功德啊。我很喜歡這個工作，我將會頭都命令退休，到65歲戒齡。啊，未啊，當帶人到落去看個鐵嘅營養版真有冇修理？係吼。係啊，唔當提供。啱啱有看哦。啱看得到，大家清理好，一個功夫學得到，啊，怪數啦，有天賦啦。個難去想象啊，呢件事情。係啊，冇得一看就對啊，看營養版做啊。我當時有看到那個他們的一個門上面啊，有貼一個那個什麼，這叫做一人確認啊，千人平安。哦，我覺得這句話很重要。鐵路在維修的部分，你如果說你沒有好好的注意這個安全的話，是很危險的。所以我覺得他們這個工作就是又是在半夜嘛，所以我就必須要拿出精神啊，對啊，就好好去了解一下他們的作業的流程。那操作機具也是一樣，在操作之前呢，心裡面就要想着你們那個 SOP 的這個正確的程序哈，不要說東西一拿了，哎，我是能手啊，我很有經驗啊，有時候往往就會疏忽了。就規30分鐘，不會差不多，最後不會。第29分鐘，重點來了。今天我們這兩位新進同仁哈，哇，不簡單哈。第一個工作就是鋸軌，然後再來就是匝道。好，那今天你們蠻好玩，今天兩個動態的那個機器，你們這個是你們畢生應該是很好的經驗。好，大概就這樣子。好，謝謝大家。好。
呀，尴尬了，不好意思。这个叫匝道机，这个是匝道镐，好，它是搭配的，它的电源来自于它。这个匝道镐哈，一旦通电之后哈，它有前进的方向跟后退的方向。你前进的方向，它可以把那个石渣哈挤到那个PCB枕底下，所以你们在砸之前要注意，它这个接头有双向的，一个正向一个反向。这是匝道机，匝道镐， MD， 对方不知道。导致这个头会往前跑跟往后跑，就是效果不一样。用这个来控制它。对，电源从这里来，插在这里，开关在这里。好，那等一下我们准备到施工现场，来，我们先搭车。好，谢谢你们。我们现在点就在这里，这边有一个 FRP 哈，我们是绝缘接头。对，它今天就是出了状况，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换掉。前后切除之后呢，把它移开，我们应该会再一个。是这个小点的意思吗？对，这个也是。但是它因为它的力量不够，我们换另外一种。它从这里开始我们刚刚讲的轨道电路就是由它来区隔对，这里一块。大概700公尺，这里一块700公尺，然后一条铁路到700公尺这样的。对，这个最低，最低700公尺，你可以再长一点，但再长的话，对我们的效率运转的效率是差了。这个就是轨道电路。你如果拿那个电压表来量它有电压的，它有电压的，可是它不会电人，很热啦，它不可能电你的，你放心好了。OK。那个阿国，你要在前面停下车过来这边一点，停车我们需要躲一下吗？不用，他会在我们前面停，没关系。所以现在这台车来的是什么车？来的是工程车，我们叫摩巴卡对，它专门是拖东西过来，拖我们的平车，拖我们的那个小箱型车，把机具带到现场来做事。没搬走吗？你慢慢的过去，又过去是不是？那唐龙你接手，唐龙你这样接手。好，垫在底下。哦，要注意慢慢喊有点重哦。老师小心哦。慢慢喊。哦，这刚有火来。不用动，高度。好，可以好，所以从来会剪光，动作小心哦。小心。车子要扶着，车子要小心哦。哦。哦耶！搜查。本來有得踢機嘅接也係一隻接頭啦，菩薩過穿台上，菩薩行過就穿唔順，當佢一接頭裝備降落，所以一記踢機切天切天長落淹過，你淹過下你淹起落，個菩薩行過就冇嘛又上嚟，大家錯落嘛較好錯咁樣。倒班做那麼多工作就為了本抽查你抽貨場，因為細細的有舒適感，真的是。这个很重。所以你现在挖这个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挖？要锯这边的。所以 OK， 所以这个已经画好了嘛，所以要整个全部都要挖，全部要清除出来才能够锯。它锯到可以锯到底下，不会锯到底下。对。OK， 哇，真的好深啊！来，等一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打掉，全部打掉，这全部都要打掉。把这只钢轨切掉之后，把这个调出去，要换一只新的进来。这个看起来工程很大嘞。等一下你们都要下去打，要打好。哎，它会传过去。对，要这样子。 OK，你看，哦 ，OK。
抬到它上面，你可以挡住它，这样挡住它就可以了。所以这要把它吊起来这样子吗？一点点，的原因是因为它怕切断会有下沉这样子。应该会夹住。哦。一个做生啊，用迄条东西去做记录啊。对啊，啊，咱拜年都用当条东西好用。今仔像海国同来讲，个机铁轨嘅唉，哎，起个上都已经已经喷不多风。唔講係嘅，上到一個方面係希望土研究所嘅同學，我啲同學過後已拿鐵嚟機做是個廠，是個影廠，並係個用個重嘅台雕塑。我嗎？可以嗎？你现在先这个快门先按，你看這邊。哎按。你这个卡住，那两个，那个风会碰到你，你就这里张开。对，可是哎，然后慢慢下刀。 OK， 不要按了，你先不要按了。 OK。我从小每次经过钢铁工厂的时候，那火花四溅我都会躲得远远的，因为很怕那个会喷到我的皮肤，会痛。CJ 老师他先锯了，哇，我觉得他就很神勇。我看他锯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说，完了，糟糕，我等一下换我了。这里在哪里？贴那个转速，好，慢慢下刀。那个火花跟 CJ 老师溅出来的完全不一样，我感觉他在我的裤裆旁边烧了。结果后来到最后亲自去体验的时候，虽然我的火花不大，但是我发现其实那个火花其实打在身上，其实它并不会你想象中真的是烫的。虽然我的火花不大，对，但是那个我们不是在做火花大小的比赛。所以没办法往下。OK， 好的，可以了吗？好，可以。现在他看这里哦，挡住这里，哎，所以你要上下移动，要避过它。避过什么？刚刚这个挡住了，看到没有？对，然后我边你可以拉到后面哦。切这边是不是？对，就慢慢往下。就直接切这边这样子。对，慢慢往下切哈，这样子。哇，老师，good。等下哈，等下。刚刚去泰國嘅人，佢做生意嘅，佢安庫落雨落糖，安泰做肥料安尼一攤2-3點鐘佢安尼去倒伊，電波按壓呢，一下壓一下換，一下壓一下換樣嘅，都個咁碰啦，真是咧，就感覺佢公用係咧行呢盤子啊。 都感覺有啲係都黑人嘅文化，都黑人嘅地位裏面，都是個咁同嘅。你啲邊啲片邊啊，其中嚟無效一啲下背。今日片有嗎？等下都得揾到幾片魚啊，你睇啲啊片啊，你睇啲啊片啊，哦嚟，我別卡太多條。揾幾條嚟仲好啦，自己揾冇啦，那個幾多？你們誰來？ 誒
忽然间，我发现 CJ 老师他不对劲。OK 啦，地段了。他有没有拍到这个刚才？断了吗？断了。断了。您那个工具收一下。所以气氛指数1到10分几分？负500分。为什么？你刚回家直接加一点。没关系，我档案给你。没有，不行。没有，你没有机会。那边呢？没了吗？没了。没了，剧完了。完全摸啊，真是冇完全冇咩事，真是。我係希講一天我戴種完全摸啊，我係時常係都我戴摸嘅都習慣都安尼，對我嚟講佢一種安全感用嘅。我得安全摸啊，得安全摸貼要佢唔關咩，要咩咁嘛嘅用 GoPro 嘅東西啊，其實要對唔下，要估唔下，要用角，要定下扮下嚟，要加下佢要記起嚟，即係巧好嘅唔見嘢嘛，冇有咩？可以拍别的。爆框。刚拍的照片你拍的怎么样？哦，刚才拍得很刺激。啊，像青太波，你看下相片主题，我要安太波吼，所以像人都在货币会小点用诶。这个机器人吼，真辛苦，不会弹人，不会弹哦。你看啊，相片哦，规张人包都在货币买。哦，但青太波诶吼。青太高。唔睇我機嘅磨效，磨效嘿。发生了。发生的命，好不好？命。命啊，还在命啊，你话？现在要把铁轨拿出来，要换一支新的进去，然后要把它焊接起来。意思就是会焊接起来。焊接意思就是会喷火的意思哦。它的火花眼睛你不能看太强哦。等一下你来，我要去做我的工作，拍照，好不好？祝你好运。我们主任拍的就不错啦，直接给你就好了。謝謝。copy 给你就好了。謝。空档。等一下，先不要推，先拿着。他出来。上面那个线高一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放下。好，可以。所以他现在前面这个是，这个现在刚好那个喷火。现在喷火要把那个水分弄掉。哦，弄掉。弄掉，等一下他还要量所有的铁器的哈。对。要调进轨带。OK， 轨带。方向嘛要调进。那个轨面的高度才会一样。就是这个是水泥吗？应该不是吧？哦。不是。这什么材质啊？要问那个师傅，他带点水泥层，对不对？也是水泥。对，他也是有感觉。哦，是啊。水泥的味道。它这个模型哦，然后你看，然后旁边都有粘土，一定要那个缝哦，不能有缝隙，要不然流出来的话哦。所以那个就是等于是像开模子嘛。对，这个模子用完就不能再用。这个地方嘛。手不要在上面。OK， 好。这边。这个头不要掉给里面去。哦，不能掉下就完蛋了。哦，好。像现在正在补那个缝隙啊。没有，还有一方面，他把那个两边衔接的地方烧红。对。跳台的啦，比较较高的。我伊安尼也给改我夹到人面啊，但我得閒咧佢看到嘢。第二个步骤了哈，你看它已经看得差不多了，因为已经烧红了哈，对，准备要把这个铁粉上去了，你们再看。哎，你来到这边，在这边。哦，
哇，你可以蹲下看没关系。哦，我现在塞了吗？好，那你看那个筒子哈，你看这筒子哈，你看。哦，在上面哦。哎，你看注意看啊，你看引火，还引一个火进去，啊，小心哦，很大很强。你看一点没关系，你要看，哦，砰，还会很强哈，爆一下。这瞬间高温哦，里面就产生铁水。哦，真的蛮亮的，超亮的，眼睛会蛮不舒服的。好，来那个铲刀，这边下来吗？好，来小心啊，移到旁边。好，这个不要了。那个，因为它敲出来那些粉末还是高温呐。好，现在你看啊，他用铲刀，你看。注意看哦，不是某个事情发生了哦。直接这样推过去啊！要夹碎。拜托各位观众，请平心静气的看着接下来的画面。哦，超疗愈的，很爽快啊，我们之类，有爽快。哦，夹起来了。把周遭清掉。磨它也是不能等到红红的磨，因为它冷丢退伊要让你再空。哦，他们都人咧，人都在去弄。做起吼，俺做拖棚架，一般拢14、15啥。你这样班上剩下7个啊？剩下7啥？8个，减半了，你减半了，所以你人力不足哦，所以就这些做的人会比较辛苦。所以说有时候工作要快乐一点啦，哎，真的是要快乐一点。那班长他工作就很快乐。对，你们下次再来采访我们更憔悴。我们台湾举办这个特考很奇怪哈，比方说花莲地区哈，北部跟南部的考上的比例蛮高的，很高的，所以他们最后都想回家，所以花莲就变成一直人都不够，一直补进来，又走掉一些人，又补进。是，对。像我们现场还有时间的压力，我们每一个地方又不一样。他从光复站发车，所以离光复越近的话你工作的时间就要缩短了。我们这种名称叫养护时间带了。忍不住想把你们拍到，我现在我们拿道具。你这相机不怕移啊，至少你也放在我的那个雨伞底下嘛。没关系，那个坏了就再买个。不要了，就送我就好了。不要，坏了我要送你吗？坏了我不要，现在就要送了，坏了不要了。铁路了的线哦，了送线，并且要真清入铁路架向上程度，因为了弄从机械化都去做的吼，所以你都了实在向上渠道。啊，不过恁将了入咧后山的台本拢台福最上的，但是就一段时间因为铁路冇照顾嘛，所以还有点咧断层。记得要在铁路弄从边仔条卡好，活动时可能经过边仔条卡夹。哦。角度呢？角度的话就稍微这样子上下动。还没好。哦，哎，对，然后就看火花比较大的地方就可以了。火花比较大的地方就代表它那边还比较高。哦，这样就可以磨掉。现在这个是大的吗？对，现在这个地方就比较高嘛。哦。所以它火花才会比较大。哦，火花要大一点的地方就高。像这边这样子可以。对，然后你就是这样子过去，然后再这样过来。把基准抓出来之后呢，对方也要跟他一样。那这个因为这是直线的，两边是水平是平的，你看。它现在水平你要看这边水平。我差不多你看我现在是0照理说应该是水平的。对，到这边。然后它现在一直跳到跟它一样高。这边是0嘛，你看嘛来继续跳。好 ，OK， 来看这边。那个达到这再看这边我觉得倒班这个工作啊，其实它真的蛮辛苦的，大家必须要很聚精会神很专注的在做事，因为那个维安的问题，还有就是
当你这个铁轨哦没有修理好，没有整顿好的话，其实它是蛮危险的，要很认真的投入。对我来讲啊，其实，在深夜里工作，要做到差不多4、5点吧，就是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哦，哇！本来啊，我是这个暴动，现在他过去砸这个钢这边，这马上可以这个做遐铁路为着安全啦吼，安全的问题无啥当伊都去做吼，尤其了泰鲁阁啊，拢朋友嘛招过来吼，去对铁路的破坏啊吼，安那太，搁较多的时间来做遐保养遐帮遐路线做好来，最主要就做安全啦。这首歌呢，送给他们，送给大家，很适合现在这个夜晚。1、2、3、4，天暗暗，哦诶哦诶，风暗太，哦诶哦诶，爸爸明的戏，怎么该唔转戏？天暗暗，哦诶哦诶，风暗太，哦诶哦诶，爸爸明的戏，怎么该唔转戏？天暗暗。风暗太，哦诶哦诶，爸爸明的戏，怎么该唔转戏？天暗暗，哦诶哦诶，风暗太，哦诶哦诶，爸爸明的戏，怎么该唔转戏？大大太阳底下流着快乐的汗水，就这样一路滑呀滑呀滑到终点去。随着徐徐的微风的前进，就像那一条火龙一样充满着活力。请辛苦啊！谢谢大家。我跟罗爸爸讨论过很多退休的事。CJ 老师呢，他已经体验过道班的工作啊、生活之类的。那同样的，我也可以带他去体验一下他们退休的生活。阿爸，你好。哦，辛苦了，辛苦了。做尾翕到样买嘢。哦，做唔很辛苦。哦，真是咯，通常的工作啊，吼，唔好轻松啦。唔好轻松啦。左边还无换人呢，迄个好换人，看到样做。铁路局啊，吼，最辛苦的上司就是偷板。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你的退休生活。退休就总得菜，看到而且这在环境规划关系啊。继续啊。列位吼还真不错啦。这规划嘛不错的啊，有没有？很多吹啊。俺退休的就列位讲总得菜啦吼，个上方个做得的上司按样，下把喊到。就朋友的泡茶，就按样恁啊。你的退休生活很享受。退休啊，吼。那个不是享受，年龄多的没法度啊。脚踏实地，脚踏实地啊。客家话怎么说？就实实在在啦。实实在在耶。我退休态度也唔会想讲。很怀念以前的地方，多俩后背了呀吼，真的那个地方啊吼，压力重重。我退休2年多，我光复道班，我到现在我唔是去，唔会想而已啊，因为隔壁用做事啊吼，压力很沉重，唔会想要多转移。可是反而你走起家吼。一路上谁好走啊？你不会感觉无聊啊？清爽的香皂，清爽的莲蓬头。我一看到罗爸爸哦，他的那个整个人的样子啊，和他的给我的感觉，那种亲切的、很单纯、很质朴的感觉，那就让我突然想要唱这首歌。对啊，一种有一点喜乐，在自己生活上有一点满足的感觉。学你那
那样单纯的笑容，只有自在飞翔的云朵，学你那样简单的快乐，像个孩子调皮又跳舞。到了吗？又到了午夜，应该是他们这边应该有一个厂房啦，看不出来啊。好，老师现在这边交给你。啊？跟现在录的那个比较平。不是啊，就是现在往哪走？交给你。往右。我对火车啦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每次要去坐车的时候，他们总是这么干净？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职场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劳安配备一定要齐全，好不好？安全背心、安全帽，这是一定要的。抢啊，这事情都一直我注意到工程师，因为也嘛相信，因为我这落要洗茶的，都无想到硬会去洗茶的。其实来讲，熄火车是再来讲，一般我们观众朋友很少看到它的真面目是怎么样。像这一趟火车洗的话，一般来讲大概2000公里会回它的母段，要保养、检查、修缮，再过来洗车，再出去再赚钱，是这样。对，花东很赚钱。最主要是要赚钱的，这个车最主要是要赚钱。好。种来洗来茶而已，这旧的啊。这有两边一起洗，南边北边一起洗，20人洗，那么1点半钟。20几人要洗1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洗的话就1个半小时，每个人的话就3小时，不可能。你一个人洗的话，1天都洗不完。真的吗？1天都洗不完，好不好？其主要是讲动辛苦啦，等下你都干不讲话，要动辛苦的行业所以你要大概一般来讲全部是原住民较多，因为较少，所以这个要吃苦耐劳才有办法坐得住。金毛分工，后田落水、风柴，日夜都有人要在这边洗车。们就叫他刮天火容易洗啊，有脑杯底度有分开来洗，免讲打啥洗脑杯。所以你是去这样无关的，错不？无关。等下都天天来看，天天行，好不好？太狗，这趟是下午要用的车子，现在马上要洗，等下就由你来担当，好不好？好，洗车大使，一起来，不然一台的话，我一个人洗可能要几天了，3天洗不完，好不好？好，我们早点班教你们洗，好不好？没有自动洗车机啦，你像了树林啦，切毒啦，这火车有自动洗车机，还8联摩，一定用人工啊。很毒呢。你要高一点，它最上面这个有没有？要铺上去上面，然后洗才洗得到最上面，因为它有一个幅度。对，它那个幅度。所以这样子要抓到那个幅度啦。对，要它有个这样子。小朋友面嘛那继续处理。嘿。那看不甜。看不会甜啦。看不会甜。基本不是如果是上面还有比较洗不干净的油脂的地方，就是用清洁剂，有另外的清洁剂。这个好要这样横着洗，这样横的。OK。我们那个玻璃它有专人在洗，所以你就后面就不用再洗那个玻璃了。好，这样子棋盘式。都是洗过了吧？没有，还是很脏的。看那个。电拿是洗上面有上面的，洗下面是洗下面的。他们就不用又上又下，地方会绕高。所以有。就是有专门练习中间跟上面。最后一个是冲水的人。冲水的人一个冲水的，来收尾才不会有绕高的地方。当杯磨豆，当杯磨豆。当杯磨豆。
是跟你讲，好，这个这样子抓着，对，斜面的，斜面，斜的，哦，好，我怕喷到大家，你看要不要动？哦 ，OK， 混动，哦 ，OK， 可以吗？哦，眼光谁较强？因为眼光吼，用手工去撸啊，技蛇吼，它有些死角，它蛇唔多啦，上高伊就好咧。啊，眼光唔系啊，眼光啊，停咧蛇，较甜啦。前面这腿茶哈，是他们30天到了，他们要抓特洗，好，目前来讲也11点左右嘛哈，他们春节的地方都冻起未啊，冻起未啊，啊，这些员工最辛劳的是在洗这种车厢，其他出动枪力这样就怕都打烂，所以说员工会跪在地上，拖地，各方面要剪得非常干净。然后吃采访完就都感谢嗰條願意花時間去洗茶嘅人，因為上到地，因為茶紅洗紅槍啦，吹過來冇講到落雨，嘅風聲嚟要上路，因為下面嘅風，然後洗紅槍嘛要昂風，所以嘛可以講我一多點鐘我洗一次茶，因為洗太洗，因為都夠辛苦啦。仲有麻煩企一啲人運動輸送咗嘅。唔係，係參加一有打講。好。係有試過嘢。好。哦，你在擦什麼？边边，因为它有时候会用到。所以你是用什麼擦？用抹布。假如是說去假如它擦不掉的話，就用這個我們那個是公司發的小泡棉。哦，小科技泡棉呐。當你如果有看到這一幕的時候啊，你以後可能坐在這個車裡頭啊，看到有什麼垃圾，我相信你應該就會想要把垃圾拿起來，舉手之勞啊。好，紙箱在哪裡？哎呀，我們又見面了。哎，我就才看到這一顆之後。哦。在這裡。辛苦啊，辛苦啊。哦，在這邊，其實老師在這裡。哦。累不累？好不好？唔甜的啊。甜過來好嗎？餓了呢。餓了哈。好，沒關係。哦，等一下我們再放飯給你吃飯，好不好？其實我剛剛想了一些 idea， 寫了一些歌曲，這樣寫了一首歌啦，唱一下。我在當下跟大家一起工作的時候啊，心情就來了。有時候靈感來的時候，你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出現。那剛好就在那一個 moment 了。一拿吉他的時候，信手拈來就直接彈了。我也沒有想過說我的那個曲子是長什麼樣子，很即興的那個旋律哼出來，就是這樣很單純、很純粹的就這樣寫了一個感覺這樣。但是我要找這個感覺啊，不是天天都有的。節目的這個旅程裡頭，我自己有一個目標，就是我希望可以寫出3首作品，這首是我第1首。我也決定將這首歌的歌名啊，就叫做我的 No.1 表情。來打8分，打8分。我給自己打7分，8分， 10分。